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日暗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日本奥基纳瓦的修理城在今日透早发生火灾，当中有7栋建筑物被烧去。在今日是高雄市议会的市政总集选，韩国瑜请假无来，落尾哪日议员也发生冲突。在巴基斯坦有一台火车发生火灾，造成65人死亡，100多人来受伤。人讲水火无情，日本世界遗产之一的奥基纳瓦修理城，在今日透早熊熊出来着火，包括城内的正殿、北殿、甲南殿，拢总有7栋建筑物来着火烧，也烧要到11点钟。有风声讲是因为食薰来引起的火灾，警方也表示讲目前正在调查。记者陈世东报道。代表日本奥基纳瓦特殊历史的地标修理城，是因为是在500年前琉球王国的起点，一直拢是奥基纳瓦文化甲历史的精神代表。在二战当中烧起的修理城，经过重建了后，也叫做日本的世界遗产之一。综合报道。美国参议院第29通过台北法案了后，众议院外委会也在当地时间30也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台北法案。在会中，阁有众议员呼吁讲，爱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来就爱等候参众两院协商最后的版本，若准通过，就当交予总统 Trump 来签署啊。All those in favor say aye. Aye. All those opposed, no. In the opinion of the chair, the ayes have it.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30用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台北法案，阁有众议员呼吁美国政府差不多爱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佮讲伫咧所罗门、吉里巴斯外交转向中国了后，台北法案会当阻挡其他的国家袂过来犯同款的错误。Why don't we just go ahead and recognize Taiwan? The Taiwanese people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PRC. And who can blame them after we've seen China's blatant disregard for the rights of Hong Kong people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f you pick any mark of sovereignty, whether it's in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or governance domains, it's pretty clear that Taiwan has all of them. I think it's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aiwan for the country it is. 因讲的台北法案全名是《台湾友邦国际保护甲加强倡议法案》，根据内容的国会意见，认为美国伫咧适当的状况，而且符合利益之下，针对使用严重甲重大行动对台湾造成伤害的国家，应该考虑降低甲这个的经济、外交等等的接触，而且嘛呼吁爱以订定自由贸易协定来做目标，甲台湾开始贸易协商。针对美国参议院一直通过台北法案了后，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嘛通过众议的版本。总统蔡英文表达也感谢。我要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这是对台湾长期以来坚守民主立场、努力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跟繁荣现状的一个肯定。蔡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是伫咧印太地区的战略前线，嘛是保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会尽国际责任，未来起步康袂冲崩，保证台海稳定和平的状况。袂去有一寡代志来改变，若是参众两院通过台北法案了后。后手会来协商最后的版本，等国法案通过了后，才会送到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连续2天拢伫咧桃园造势。韩国瑜头一站先到朱湖去敬拜，也到大溪当地庙宇参香，随后也到北地的平雅寮去参访。另外有人甲韩国瑜亚康，讲韩国瑜伫咧做北农总经理的时阵，定定啉酒啉到中昼。个别甲酒干仔讲破要共度，韩国瑜在今仔日也出面来陪会。当选的声音不断，现场机海飘扬。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31开始小连续2天去桃园进行倾听之旅，因为贯穿是咱也重要的铁票区。韩国瑜下晡小连续访问2个贯穿，受到热烈的欢迎。韩国瑜伫随时批评民进党政府贪污腐败，和中间关系紧张，少年人和计辛苦调的。为中华民国的未来投下这一票。因为10月31日是郭总统蒋介石的名单，韩国瑜早起就去朱湖110表达敬意甲对书，各有老英民激动到目屎。向蒋副总统钟正先生临前，
行3鞠躬礼。今天为什么特地来这边？带我爸爸来，我爸爸97岁了，我们支了持韩国瑜。韩国瑜希望去桃园拜票，会当带出桃园南军大团结，落实立委总包的气势。对太阳花运动台北市警察局国备案，韩国瑜嘛替警察感觉真委屈。如果这样的话，造成警察士气受到严重打击，未来在取缔执行公务的时候，心中有了阴影，这个不是台湾民众之福。因为蔡总统前2天才去桃园，韩国瑜这抓被看作是高调啊卡，即马甚至讲有名嘴压料，讲韩国瑜担任北龙总经理的时阵，把讲破就敢若要堵人，嘛互韩国瑜严正反驳。为什么不来跟我查证？所以已经委请律师准备提告。若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有风声讲要出任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对这点韩国瑜跟他讲，等时机到啊，才对外宣布。嘛好真2个人在1月初2有合体的公开活动，但是搁将炮口向准对手镇压，倾听制度一路对南部起来，感觉民心思变。爱蔡总统剩的这200多工任期好好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去拼总统的选举，无到市议会进行总预算的报告。民进党团讲要阻挡，也霸占主席台。国民党的议员也去 QQ 闹闹，现场是乱糟糟。国民党的市议员刘德霖却因为弄到刀啊，煞来闹火。另外，民进党的市议员林婉良也去弄到后头壳啊，落尾2个人拢送到病院。开议的时间还未到，高雄市民进党议员甲时代力量的议员甲主席台霸占条例，为互下晡排定的审查总预算，而且交付审查的议程顺利来进行，引起国民党议员的不满。民进党呛声讲，高雄市长韩国瑜若无到位，就要阻挡议事。2边党团拢加急动员，一边要互议程顺利来进行，另外一边要互对方来做。现场一直出现冲突，双方拢有人来受伤。国民党议员刘德霖目尾受伤，送病院提5针；民进党议员林婉容是后头壳弄着涂骹，拿像脑震荡送病院来观察。议程原本定伫咧下晡3点开始，中2届协商嘛动用警察权，说嘛是无法度互议程顺利来进行。但台副市长叶匡时上台报告的时阵，佫出现另外一波冲突。高雄议场规下晡是吵乒乒，毋过国民党落尾以多数的优势，敢若伫5分钟以内，就先讲互总预算交付审查，毋过双方事尾拢讲对方使用暴力，才会造成即届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的日头火学运引起国赔，法院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爱赔14人，拢总是111万。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陈家昌表示讲要来上诉，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敢有支持？下晡伫咧市议会总结训的时阵，也回应讲，以警察局的态度绝对爱上诉，不过也爱想一个用政治解决的方法。我们第一时间是说要上诉嘛？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是这个立场呢？还是这个立场。日头法学运，台北市警察局要互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爱赔14个人，总共111万。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真清楚讲，伊要上诉，但是台北市长郭文哲的。以警察局的态度，他一定要上诉。所以一定会上诉。因为他要保护同仁的。那你会阻止他上诉吗？但是我会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什么政治解决的办法。当时支持台北市警察局的上诉，郭文哲无愿意正面回应，佮强调这个案件莫用微博来回应，政治问题爱政治解决。但是若是无要上诉，除了赔钱，警察敢是嘛有责任。你如果用警械条例处罚的话，它不是国赔金来支付，那会用警械条例里面去跟相关员警追究。只是那国赔也一样，它也是要向个人去做追究。那只是两者在审认责任的认定上面故意过失、重大过失的标准不一样。
日头花学问一开始是因为两岸服务无预标例，是一个有政治高度敏感的议题。但是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让基站警察的士气严重受到打击。郭文泰认为，伊尊重司法判决，但是嘛要顾虑的基站。警察是奉令执行公务嘛，所以出问题也不能当是全部是基层员警在负责的，到底是谁下令的，这个还是要另外处理。郭文泰指出，代志发生到今已经5天，法律程序行上慢。迄当阵伫现场指挥的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分局长方阳年，即卖是中法官检察局长，对判决伊强调，诉讼赔偿的对象是机关，并不是个人，所以无方便表示意见。但是，若是会当互真相愈辩愈明，嘛袂当讲是一件唔对的代志。记者郭灿王德兴台北报道。伫咧日头花学运期间，也发生3事行政院警察强制驱离事件。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要赔偿民众111万。那也立委也质疑讲，会影响到警察的执法。内政部长徐国勇也表示讲，这是伫咧马政府时代发生的代志，也强调讲会尊重司法的判决，也会尊重台北市警察局上诉的权利。会当讲是警界相关应有的国家警工奖31举行颁奖典礼，表扬50位员警。警政署长陈家钦致辞时，大力肯定基层同仁付出心血。不过，伫内政部伫安基第记者会时，互人问到伫太阳花期间警方伫行政院强制驱离民众的代志，法院认定员警执法超过比例原则。台北市警察局爱赔偿111万这个案件，陈家钦无加讲啥。警政署署长在这里。他对于台北市警察局如果要上诉，他也会全力支持。这一点我向大家说明。所以法院的判决，我们在任何状况都是要尊重的。署长的部分，就是这样子。态度是一样。署长的就是我已经替他回了。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尊重司法判决，那样立委是质疑，这个事件会严重打击警方执法的士气。徐国勇是讲，这是伫马政府时代发生的，不过有学者认为，这个判决一定会带来寒蝉效应。员警未来伫咧第一线执行任务，特定空现场面临示威民众，可能会烦恼依法执行公权力刷只官司，转唔愿强力执法。民代或民众，甚至某些政治人物的影响，他们本来就已经不是那么样强硬执法了。机会攻击警察，或者说反而是将来该逮捕的没有逮捕到，或者是说他的执法效果会受到一些折扣，这都是有可能的啦。警界高层出面发声，敢会当带动士气？学者无乐观，认为帮助无大。提高国赔得到部分胜诉的律师团是表示，合议庭的判决并且指出国家就是加害人。目前手头阁有3件太阳花学运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希望负责审理的法官会当参考，做出适当的判决。对马英九、方养宁，然后还有王卓君以及江宜桦4个人的一个自诉案件，那另外还有针对黄生勇这个追加自诉的案件，那个判决甚至明确的指出，他已经达成了所谓不人道的待遇及处罚。太阳花学运爆发警民闹火冲突，到打5档过去啊，追究责任，不管是民事也是刑事案件，拢搁伫咧诉讼阶段，需要法庭做出最后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黄静莹说，发生有人甲伊搅扰的代志。下晡，台北市长郭文德去市议会来备询，有市议员问到这件代志，郭文德也讲有请双方当事人来说明，也讲会照程序甲因的工课来加开。不过，防指控这件代志的当事人，也就是市政府的顾问刘家仁，也否认讲伊有共安怎。台北市长郭文泰参加公开场合，边仔徛一位低头毛的女性，伊就是台北市副发言人黄静莹。因为伫网络节目上知名度大增，佮被叫做的学者台北市议员张茂南，伫一巡市府团队时要求检讨回说明黄静莹是不是遭遇一场骚扰。如果有，我们就应该惩处；如果没有，就还公道嘛，就这么简单嘛。你要讲啊，你跟市长是讲哪些话呀？那时候我希望说，就是工作，因为工作上有一些可能不是摩擦啦或者不舒服的事情，我希望把工作隔离。当事人之一的黄静莹并无在场，不过另外一位被指控台北市府顾问刘家仁上台强烈否认，市员刷入去问，是不是真是将黄静莹请入办公室，搁将门关起来？刘家仁承认需要改进。我强烈抗议用性骚扰这3个字。我跟你讲，短短的那几10秒，就是让大家心生畏惧的地方。这个我必须要改进，也谢谢议员的指导。身为2人的上司，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先将2人隔开。
那大家如果有不喜欢就隔离嘛，就各干各的。然后第一点，当然是刚才汪王在讲说，那简单就交给劳动局去调查就好了。如果只是这个空间上的问题，空间上就可以改善。我认为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权利上的关系，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到底是不是有骚扰，甚至性骚扰的事实，也阁需要进一步调查。啊，不过根据法令规定，性骚扰案件应该以保密方式处理申诉，才袂让申诉人受到不利待遇。但是，正是性骚扰案件先伫议会公开黄正英身份，是不是妥当，也需要搁探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交通部长林佳龙在日前讲，国道6号无排除会通到花莲，不过是必须爱甲环境永续共存。这个消息传到花莲，有真侪人甲支持。虽然哪列的立委参选人拢支持这个想法，不过因的意见却有无同款的看法。国道6号是不是延期到花莲这议题，为无甲可能，到交通部长林佳龙30表示，伫现主时工程进步，只要无伤害自然生态环境，尊重人本甲历史价值之下，无排除起的可能。如果工程技术上是可以克服，那当然我们都不排除。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有新的想法，不要有人定胜天那种观念。我们要跟环境能够永续共存。我做过国道工程局第一任局长侯进就表示，国道6号穿过中央线面，高级桥面甲地质者问题工程技术要搁提悬，过程中调查作业会真长，不过袂当凊彩。不能够对于环境产生破坏，你一定要考虑到技术上怎么样作业然后你怎么保护环境，然后达到交通的目的。这个消息传登去花莲，那立法委员参选人是搁陷入政治拼场。我是全力的支持，现在交通部在评估。那我们看到的资料也知道有一些工程上的难度要克服，包含地热的问题，那包含整个地理环境等等的一些限制。他会讲国道6号要延伸表示他了解到国道6号延伸在花莲是有选票的，也了解到那是花莲人民的心声，所以他是为了要选票，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花莲的观光业者是表示，去国道6号沿河花莲台中，建造一级生活圈，彻底改变真济后山资源无够问题。不过，必须先通过环境影响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政府前经济发展局长朱尚伟，在任内有收抢双的乌心钱，包括买高级的红酒。带骨力猎青的饭店，甚至甲女朋友的去旅馆的费用，拢叫一个厂商来交纳。专案伫咧30也依照10个贪污罪甲起诉，检方也要求法院要甲判较重咧。担任采购案的评审委员的机会，向厂商收取贿赂及不正利益，并且收集不实发票、核销局长特别费。经侦结后，认为涉犯贪污罪条例。检方认为被告不知廉洁致辞，索贿的手段犹如地痞流氓征收保护费，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朱尚伟伫咧桃园市长地文灿连任了后，用借调机庙做理由，辞职登去驾车，在今年初也互亚康食钱的代志。桃园市政府也强调讲，专案侦办的过程，市政府拢配合调查，互司法查下一清二楚。也强调清廉是市政团队袂当欠缺的，有任何不法的行为，拢爱接受法律的制裁，也尊重司法侦办的结果。伫咧2017年7月，阳明山永德大道落架的路段，一台载着按摩托的车失去控制，撞到22台的汽车甲奥多派，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的悲剧。树林地检署也调查发现讲，业者改常去找人乌西大检厂，互因伫咧检查的时阵会当来通过。检方也在30进行全台大搜索，也约谈62人，其中有3个大工厂的业者，甲一个看狗仔，因为因的情形真重大，也先甲因声压。37夜对树林地检署行出来的涉案关系人，行真紧离开。大哥要不要讲一下？树林地检署调查发生伫2017年永德大道南仔控碰破车一重大意外。调查过程发现，肇事车已经有13档无手档啊，佫会当通过定期检验。后续佫查出，全台湾至少3间大检厂涉嫌收乌西，对南仔控碰破车放水。30动员180名司法警察，伫北中南地区总共约谈62个人。那初步查获代检业者呢，跟代检黄牛挂钩。
针对26台的混凝土帮补车呢，有涉嫌篡改检验数据，以及以俗称的选手车冒验的相关事证。检方发现，部分攀坡车因为伤老旧，以及法规的限制，一般上规的验车真歹过关。大检黄牛涉嫌交结乌西大验场的业者，佮甲攀坡车的车主收6万至8万的大验费，关过市场行情至少100倍。台中市南马控攀坡车工会理事长嘛真无奈，讲家己开上1000万，3个月前买一台新车，到单佮无法度上路，因为法规的问题，就要透过黄牛验车，才有法度挂牌。你不找黄牛，你就是违规使用，没有办法保险啦。你不验车，时间超过以后，他就直接给你注销了啊。长宽高那个很难去做调整了啊，因为它已经改装过了，在这个部分所以让那些验这黄牛，他真的有利可图，他验没过，他就用这种方式来验过。记者指出，南马控攀坡车的车主有袂少人是贷款买车，为着顾生活，敢若当透过黄牛用 AB 车牌报验，好由主管机关依转发管理。管理单位是表示，今年车已经绑定，将车辆的规格，即马的旧车透过认证，变经总重量了后，再搁进行验车，互车辆会当合法化。记者综合报道。蔡政府执政的时阵，讲要推动矿业改革，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现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对矿业法修法无正面表态，呼吁苏院长向山致敬，也唔通互山故在人去挖。伫咧透早，环保团体也去到行政院去遐放挖矿爆炸声音，也个放烟雾，要互行政院体验一个山骹居民的痛苦。环保团体伫咧行政院门口来放烟，边仔有宣传车，大声放送挖矿的时真贼耳的声音，就是要互行政院内底的人会当小可体会，住伫矿区附近的居民，逐工拢爱受到挖矿的噪音，还有土粉的污染。你觉得这些住在矿区的居民，他们每天都乐在其中，跟暴政、跟粉尘为伍，都非常安居乐业？如果不是，请你正视这个问题。环保团体真侪年以来监督政府修正矿业法，要求把即卖霸王条款提掉，莫阁记载矿权点会无需要经过宽频的审查，还阁有无顾地方居民的生存权益。面对行政院长苏贞昌杀个山拿改进的政策，大动作向山来致敬，环保团体嘛呼吁伊爱积极来推缩修法的部分。苏院长既然要向山致敬，怎么可以持续的放任挖山致敬呢？破坏台湾森林、破坏台湾当地聚落生态的挖矿政策，应该做出立刻的调整。环保团体指出，矿业法伫2017年3月份开始修法，今年5月份送交进行协商，即马就差上后尾一步。反正讲，若是这个会期无积极来排审通过，安尼会互3年外拍拼全部拢乌有去。行政院发言人格拉斯早起伫记者会面顶表示，修法是立法院的权责，敢会当完成修法，必须要尊重立法院。若是行政院是真欢喜看到立法的进度，会当继续来推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建。伫咧巴基斯坦，伫咧31透早发生真严重的铁路火烧车意外，因的官员表示讲，有乘客伫咧车顶用火煮饭，却来发生爆炸。目前尚无有65人来死亡，100多人来受伤，死亡人数恐惊会搁再来千关。咱会当看到一个镜头内面一台特快列车，其中一节的车厢规个互大火包起来，看到旅客拼性命伫咧逃生。巴基斯坦官员表示讲，车驶到一半时阵，却因为有旅客透早加速度伫咧车顶煮饭，却引起大爆炸，一声落来总导火。当地铁路部也表示讲，早容易导火物件，或者是在车顶用火，拢是违法的。不过，巴基斯坦真侪民众为着要省钱，搁再加上长途旅行伫咧顶头偷煮物件。而且，这个铁路旅客定定拢是甜一甜，官员无法度严格来执法，也让这场意外变得更加严重。也因为第二国内一再有反政府的示威抗争，也搁伫咧继续。第二个总统也在30宣布讲，要取消主办 APEC 以及着12月联合国的气候会议。联合国也表示讲，目前还搁当咧找其他所在。本地美国甲中国的头人也拍算伫咧 APEC 的会议结束了后，要来讨论无一致的代志。所有专家建议讲，中美双方的头人会当刷到泰国去见面。
智利总统皮雷拉3日宣布，因为国内抗争无停止的现象，欠缺较侪警力进行会议维安工作，为恢复国内稳定优先考虑，决定取消原定11月16到17举办的 APEC 峰会，以及12月7日到13举办的 COP25， 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公约第25摆缔约方会议。Tanto para la APEC como para la COP. Pero como presidente de todos los chilenos.Tengo siempre que poner。这是史上第一摆有主办国伫这年底时间内决定停办会议的情形。联合国表示，应理解智利的决定，目前正在找找 COP25 会议的替代地点。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甲瑞士日内瓦拢已经列入考虑。另外，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会伫智利 APEC 峰会签署所谓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来暂缓中美贸易战，也出现变数。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目前依然会按照计划伫11月甲中国签署协议，不过地点也无决定。有学者认为，虽然中美拢无将11月7日泰国曼谷的东亚峰会列入考虑，不过算是一个适合签署协议的场合。I think they should just look for somewhere else multilateral to meet, like maybe the East Asian Summit in Bangkok. Then that gives them both deniability. Right now they don't plan to be there, but if they go there instead, that just works out for everyone. 不过，美国福斯电视台透露，北京已经向美国提议澳门作为避案地点。美国方面认为阿拉斯加加夏威夷也列入考虑。学者指出，习近平无可能去美国签署协议，若是去美国搁空手倒来，是真无面子。不过，川普是有竞选连任的压力，中美贸易协议若是完成签署，搁正做川普做势话题。在时间的压力之下，中美贸易协议可能在年底之前会完成签署。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顶个月才进行做首相以来第9届内阁部分改组，不过一直有风声讲头摆做内阁官员的官员一手加好景克行，最后是因为伊的幕僚甲伊家后牵涉到违反选举法令，在上任无到2礼拜、2个月就来辞职咯。在野党也表示讲非常的不满，也决定要联合起来抵制参众两院的会議甲各種的委員會。法務大臣の辞表を安倍晋三内閣総理大臣に提出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ご了解いただきました。专门报道有名人物见小台伫政坛甲新闻界各界，真侪人讨厌就看文春31刊出上新的杂志报道指出，河井克行的太太河井案里，今年7月伫广岛县选参议员时，互宣传车女性报应员逐工3万2票钱，是法定上限2倍，也佮以其他选举相关的工作钱做介绍。另外，也送限制这农产品予后援会成员，这拢是日本选举相关法规禁止的行为。河井大臣を法務大臣に任命したのは私であります。こうした結果となり、その責任を痛感をしております。国民の皆様に深くこれから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安倍马上任命福岛县出身的参议员沈雅子接任法务大臣，这是沈雅子第2摆加入安倍内阁，也是9月内阁改组以来第2回担任阁员的女性。国民の皆様の信頼をいただけるように、謙虚に真摯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这个月25共款第1摆就过的东京都众议员菅原一雄，伫出任经济产业大臣后，伫所属选区送芳粿啊、毛黑只农渔产品予支持者，共款违反选举法规，离席至落台。先月の内閣改造で初入閣した閣僚がこの1週間で2人続けて辞任したことになります。在野各党发着全开批评内阁无适应应该按总时。要召开的参众2院议会甲各委员会，在野党全面抵制。执政联盟除了对各县连续传出违反选举法规表示遗憾，也呼吁有关各方面唔通阻碍国政继续运作。根据2017 10月甲今年7月众议院甲参议院大选，执政联盟伫2院拢有胜出过半优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加州北部肯克发生野火，想要1礼拜，也未拍花。在南加州2倍30有3个地区发生火灾。另外，在澳洲也有野火来出现，甚至有几落百只的无尾熊互活消息。
新南威尔斯省是澳洲人口上大的省份，过去这几个月已经发生几多百件火灾，上新的火场的范围有2000公顷遐尼宽。雪梨北边250英里远的无尾熊繁殖区，就伫咧其中。火火烧过了后的林地，会当看到无尾熊的尸体拢臭灰焦去。动物救援人员估计，即间有几大百只无尾熊活活火火烧死。消防警员30继续和大火车拼，各50个地点在火烧山。Very scary. We've been clearing out as much as we can with leaf litter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what else can you do? 一直到当地早起为止，好佳在无伤亡的消息传出，但是大火所产生的危险浓雾对强风世界飘散。伫东部海岸有500多万人口的雪梨市，都规个拢大亡，危害民众健康。伫北半球的美国加州北部地区引发大停电的珍凯德野火，大火烧一礼拜，敢若45%被控制掉。我近洛杉矶界市中心的405户公路地区，200嘛火烧山，745英亩宽的野火，只敢若27%。互人拍花，30透早，西米谷、朱帕鲁谷又搁爆发命，或者东火和沙轮野火这2场火烧山。更加害的是，伫咧真歹名声的圣塔安娜火烧峰，每点钟超过119公里，伫咧已经达到风台坎站的强风之下，不离边的野火真紧就扩散到1491英亩的范围。前美国总统雷根的纪念图书馆和附近几大千户的徛街拢面临大火的威胁。It's crazy. I mean, the smoke and the wind. I've been here in LA for 45 years, and I'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fires,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scariest. 温都拉郡的饲马场30早起就出现马仔，互强风甲因行到伫咧落地震动海的景象。为着安全，饲马的人已经将100多只的马仔刷去奥海镇和圣塔芭芭拉等所在。为着防止新的火燃出来，太平洋瓦斯和电力公司切断20多万户的供电，有几大百万人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股大起，连带刺激着台北股市指数一路开悬走悬，盘中擘来到11428.42点，是29年来上界悬的纪录。台积电虽然来到300块半，不过尾盘也是跌落来，大盘也是由红翻乌，落尾也跌21.57点，收伫11358.71点。另外，主计总署在今仔日公布第3季的经济成长率是2.91%，是5季以来上界悬的。因为美股大起，台北股市两起开出了后，一路开悬行悬。伫苹果概念股、台积电、大立光、鸿海拢起的情形之下，盘中一度起到11428.42点，再度改写29当来的新高纪录。台积电虽然攻起301.5块的历史新高，但是尾盘回倒转来，大盘嘛对红变乌，将涨到21.57点，收伫11358.71点，新高达1529.34亿。台股的现形非常陡峭啊，这个背后真是因为外资啊3周加了1000多亿所造成的，所以说未来如果外资没有加码啊，这个指数可能会面临整理的格局。就伫美国经济成长变慢的时阵，美国联准会30再次宣布降息1码，这已经是今年来第3度降息，因为符合市场预期，嘛互美国股市对立大起。联准会表示，这个降息是为着要提振美国经济，除非经济情势恶化，若无暂时无啥可能搁降低利率。We're not thinking about raising rates right now. What we're really thinking now is that our current stance of policy is appropriate and will remain so as long as the outlook is broadly in keeping with our expectations. 全球经济下滑的程度，比如说中国第3季勉强保6，美国已经不保2，相关的经济指标其实都在往下掉，所以美国下滑的速度应该远超于外界的想象，联准会才会做那么快、那么急的降息的动作。主计总署嘛公布第3季 GDP 是2.91%，比8月预测数2.67%增加0.24个百分点，创下5季以来的新高。主要是国内产能提升，国外净需求，也就是输出减输入，还有国内投资优于预期所致。主计总署表示，会再次调升经济成长率，主要是下半年大商回流和转单效应。进一步，互第3季经济成长的大概上的估计比预期较好。若是第4季预估数无变，全年的 GDP 有机会会当突破2.5%。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一再发生发票红偷领的事件，财政部也表示讲，伫咧今年已经启动电子化换证平台，建立防范机制。若准阁出现有人无名诈骗，是真容易抓到的。而且学者也提醒讲，若准来偷领，上当可能要互关5年。统一发票要换证是愈来愈方便，1000块以下的奖金，敢若需要去超商就会当来换。啊，毋过最近雪烧连续传出讲，有一寡人趁机会来偷领。中华地检署进前甲财政部合作，发现有嫌犯利用人头公司买真大量的2连息空的发票，后来则佮甲有着奖的号码竞出来，所以来拍假交易项目甲金额，3档以来违法的收入已经要到1600万。这个呢，在以前在人工作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这个平台资讯队长作为自信化以后，这个就很容易掌控得到。财政部表示，今年开始实体通路换证的基点要到14000多间，而且增加网络换证的 App， 提供24点钟的换证服务。分段的发票实施了后，嘛有12亿3000万张。啊，毋过这寡嫌犯嘛趁机会来发大财，为着要预防假领、偷领的代志搁来发生，今年已经启动电子化的换证平台，建立防备机制。学者嘛提醒民众，若是假领发票去用掠到，爱负刑事责任。商业会计法则，你没有交货的事实而开立发票凭证的话，这个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财政部强调讲，透过换证的平台，第一当甲换证人的身份证号码啊，佮相关的资料交叉分析比对，若是出现假领的车手，真简单，第一当甲伊掠出来，国库的损失嘛会当随讨回来。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冒险来做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交通的安全。普悠玛冰车事故已经满1年啊。针对损害责任，代替在今仔日正式委请律师向普悠玛列车供应合约商日本公司自有以及爱负连带责任的台湾自有公司，要求赔偿6亿1100多万。2018年，普悠玛发生冰车事故，造成18人来死亡，288人来受伤。代替表示讲，专家调查发生事故列车，结果发现讲是列车事故与主航放部设计不良，以及着 ATP 远端监控系统无连线等等的问题，才会甲这个冰车有关联性，所以才会向日本厂商自有要求赔偿。伫咧2019年世界惠安高峰会，在1月初4要伫台北来举行咯。这是台湾目前为止上界大的国际民航盛会。根据着交通部的统计，大约有37个国家，有350位国内外航空业的代表加飞行专家来参加。不过中国迄边是无派人来参加，目标就是要抵制台湾。美国世界惠安基金会每年都会举办世界惠安高峰会，今年是第72届，第8由台湾来办。活动会伫11月初4下礼拜日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举行。到目前为止，有37个国家、138个组织单位、350名国内外专业惠安人士参加。不过，依然遭到中国抵制。会前已经传出中港澳3地未派人参加。惠安呢不关政治啊，就是惠安是一个普世价值，或是相关的一些技术的分享，应该是全世界应该共同来参与的。其实早伫2007年，台湾也捌争取大会主办国资格，当时遭到中国施压，最后改由南韩举办。过了真侪年，台湾伫美国支持下，总算成功争取到主办权。这摆几个爱国国家，包括飞轮机制造大国美国、法国、巴西、加拿大等，拢会参加。世界惠安高峰会有3天，11场专题发表甲检讨，会讨论飞行安全文化、风险控管、飞行员训练、飞行风险标准等重要议题。那华航在这次它有一个这个议题 generation gap， 把这世代差异用在飞行员训练上面。那另外在常务部分的话，人工智慧运用到飞行资料分析上面的这个所谓的成果。台湾是亚太地区的中心，推动惠安工作，是政府重要政策之一。因举办国际大型惠安活动，甲世界各国惠安专家交流，对提升台湾惠安意识有真大帮助。这摆虽然被中国抵制，不过依然有2名中国籍人士分别代表波音甲奇异航空伫中国分公司参加。另外有2名香港人是一般航空业者身份代表，各以淡化官方身份低调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环保局伫咧9月举办捡薰头换卫生纸活动，却引起争议。统计到10月16日，民众所捡来薰头已经超过132万个，想袂到这个卫生纸却换无够。
店生活老街行行咧，但不时拢会当看到分节仔，甚至阁有粪扫。台南生活正新国小的老师带学生囡仔组成水环境守护志工队，逐个月拢会伫生活老街做社区服务。囡仔人上大的问题是，安怎大人拢爱黑白乱弹分节仔，希望大家做伙维护。吸烟或吃槟榔的话，自己带一个塑胶袋这样子装着，不要随手丢垃圾，减少一些抽烟还有嚼槟榔。如果你一定要抽烟嚼槟榔，你可以带个塑胶袋。环保署最近发起检督街仔路分节仔的计划，提供县政府一箱432包的卫生纸，予民众换。台南市环保局嘛对9月28开始举办扣50支分节仔会当换1包卫生纸的活动。这短短几工啊，民众已经扣132万支卫生纸，防换9万包。活动只好提早结束。环保局讲，活动主要是希望公部门带头来做环境清洁的工作。乱堆烟蒂的话，会卡在一些细细缝，当然我们的队员要清扫，也不方便，那会影响市容。不慎的话，会引起火灾，有公共危险的问题会发生。扣分节仔送礼物的活动，新北甲台南先推测。台南市环保局讲，举办活动的意思真好，但是真歹认定分节仔的来源。活动结束了嘛，检讨认为条件伤过冷，会改对加强处地来做看卖。查到黑白乱弹分节仔，就罚1200块。希望民众会当发挥公德心，为着环境做伙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欠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平均逐年拢会增加1亿4000万，到达已经8亿外咯。其中涉欠上侪前5名，拢是运输业甲物流业者。高公局也表示讲，已经移送法务部，会照程序来强制执行。车上国道E-Tag 的自动扣钱，若是内底钱无够，或者是无放钱伫内底，甲无装E-Tag 拢会收到催缴通知单，毋过也是有欠费状况。高公局统计，前5单欠税用户，拢是运输业者或者是物流公司的车。第一名欠364万元，目前是分期缴纳。第2名、第4名经过追讨已经纳完，其中第3名因为追讨也未纳钱，已经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对扣吊扣车辆准备拍卖。执行分署这边专案做这个追查跟查扣车辆的一个动作，我想，在前几个月当中有欠费的大户，我们也跟执行署合作，现场来查扣车辆来做拍卖、做强制执行的一个案件。除了营业用车，一般用路人也有欠费状况。以106年初到今年9月份，拢总有326万外件欠费状况。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表示，经过追讨，发现一般用路人真侪是袂记去纳钱，或者是袂记收批，纳钱地点无方便，毋是超过伊袂纳。在1月份开始，开放伫4大超商甲美联社，拢会当纳2万块以下欠费。我可能是在恒春，屏东恒春。好，那他恒春要跑到屏东市200公里，非常的远，非常不方便。但是他可能在垦丁大街的 7-Eleven， 我就可以缴纳了。法务部提醒，用路人行国道若是欠超过300块，就用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若收到行政执行分署加传缴通知书，要特别注意，应该到案期限。若是还未纳钱，薪资所得或者是财产都可用查扣。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台轿车停伫南投一间连锁超市，而且一停就是停9天。那照业者公告的停车费算法，停车费算的就要28000块。不过双方出面来赔回，超市这边是讲准拄煞啦。超市外口的银色轿车搭过6张的缴费通知单，要求车主若是无消费，每点钟就要纳200块的停车费。车主对2日早起7点开始停车，一直到31才开走去。以超市营业时间来算，每天16点钟，总共停9天。超市要甲车主收28000块的停车费，很过分啊！占到人家的车道啦，而且商店这样子，他这样子停不应该吧？应该要收费吧？人咧做生意咯。这样挺辛苦啦。超市业者表示，捌试讲要和车主联络，问附近的民众嘛无结果，佮再加上已经公告，民众若是无消费，停车费以1点钟200块来算，最后是车主甲业者会失的。业者表示，实际上并无加收这条钱。对店家影响是很大啦，因为车位如果照这样讲的话，车位都被人家停了，人家要买东西的来，没有车位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不会进来了。
业者私底下表示，安尼做是希望民众莫长期占用，影响到消费者停车，并无强制着。律师是表示，虽然停车场属于业者私人的，业者主张比一般停车费关出更大倍计少，必须要证明民事上有损害赔偿，并且以行刑原则来判断。从诚信原则里头来判断，他的公告显然来讲超过一般社会上众所认知的，除非他能证明有特殊损害，或者这个金额超过众所周知或公众的公认的金额，这部分的损害显然是没有请求权。律师表示，业者用这款的计价收费已经超过社会认知的收费标准，应该证明因为安尼权益受到损害。业者嘛袂当以强制锁车也是扣车的方式，若无会牵涉到强制罪。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沖縄的修理城发生大火，台湾的古迹敢会当赶紧来保存呢？国定古迹邦桥林家花园，在今年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了后，就向文资局申请经费，建立火灾警示系统。若阵来发生火灾，就会当争取宝贵时间来救灾。向火警的侦测器来找消防，模拟环境的温度无正常，手机 App 的警报就会做火来弹。进一步来看，就当知影导火点的定位。国定古迹林本院园地内清谷，捌发生过火灾，中间了后同款是查找建筑。今年4月份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互国际来关心，嘛引起管理单位的重视。5月份开始向文化资产局申请经费，到29月火警的侦测器，23个监视设备系统，若是讲发现到无正常，园方的管理人员、文资主管机关拢会当收到短信，还有电话通知。万尾若是伫咧半暝时阵发生火灾，就会当紧急来通报消防单位。因为我们的探测器可以为它命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是哪一个楼层、哪个位置来做那个火灾的推波，那这样就可以更快、精准的找到起火点。这个系统最主要就是争取这个黄金的抢救灾的时间啊，减少它被火灾烧毁的一个几率。文化主管机关那台中文资局可能也会收到我们的通报啊，如果说我们没及时处理的话，他会来问说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巴黎圣母院甲沖縄修理社拢来发生火灾，台湾敢会嘛来发生这款的状况？学者认为这个风险是真悬，因为台湾真侪古迹拢是寺庙，普遍拢会面对着管理人员年龄层老化、防灾意识无够等等的问题。啊，毋过偏偏有到智慧警示系统的文资建筑佫真少。受限于它是文化资产，所以就没有办法像我们新建的大楼放了很多智慧型的侦测设备、自动洒水设备，因为会破坏它的文化保存价值。像讲中华的鹿港凤山寺关帝庙、云林的北港朝天宫的后殿，拢捌发生过火灾。寺庙常常看的火源包括蜡烛、香、香炉、点香器等等。像讲伫咧台北的龙山寺，拄今年5月份开始，就全面禁止来点蜡烛，改换电子电火来代替。或者嘛建议寺庙除了爱做甲到暗时的时阵，甲香灭掉。会烧起来物件嘛，要尽量放伫古迹以外的仓库。其实根据古迹甲历史建筑消防救灾处理原则，古迹单位甲消防机关平常时爱设定文物优先保护等等的抢救计划。啊，毋过干部实际执行，佫是另外一回事。学者认为台湾爱积极督管理面来处理，万不珍贵的文资发生火灾，就是救袂倒转来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世界大赛，华盛顿国民甲休斯顿太空人进行拼生死的第7场，想袂到国民队伫咧落尾拍出万定围，最后用6-2拍败太空人，用到4胜3败，摕到头一座世界大赛冠军。3-2. Here it is. The Washington Nationals are world champions. 哈德森再建3进成功关门，国民队球员范浩南做伙，主场的太空人球迷心情有够复杂。甲新军51档内头一座世界大赛冠军的奖座加冠军，国民甲太空人这场比赛不离啊紧张，输了规半场，到7局顶半局才拍破亚两。瑞登的阳春炮甲球队的士气吹转来，太空人先发格兰基保送所拖了后退场，接手的哈瑞斯跟他投2球都顶打。坎崔克攻出逆转的2分弹，嘛互投了打点1局好球的格兰基无奈承担自责分。
国民队第8局甲第9局各抢3分，将场6-2，4胜3败摕到胜利，获得奖步数直直欠一座总冠军，嘛是本阵先发的赛扬强投雪泽愿望。那是第6战到8点1局，帮助国民起死回生的史特拉斯堡，获选做世界大赛 MVP。You put in all the work in the off season, in between starts, to go out there and try and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and that's something you can't control every time. 这季拄头先表现普普的国民队，伫下半季大爆发，外卡生死战甲酿酒人踢掉，分区系列赛第5战，一下就演到国联第1经济到期，国联冠军赛甲红雀剃光头，世界大赛搁伫咧第7战后大平盘，球迷拢真欢喜，国民队应该是今年上鼓舞人的球队。今年世界大赛太空人4个主场全败，国民3个主场总输，嘛创下7战拢是客场球队赢球真罕见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橄榄球世界杯经过各大场的比赛，伫咧11月初2就是要来拍冠军赛咯。由英格兰加南非来对决，也等于是甲2007年的世界杯决赛重新输赢一摆。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1度到29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19度到27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印尼行行看看，也感谢您今仔日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